我哋係珠灣聯盟，歡迎光臨。出發啦，出發啦！今次我同媽咪跟團去越南嘅峴港同埋會安啦。今次呢個5日4夜旅行團有2個景點我係特別期待。第一就係希望有好天氣上到巴拿山睇到黃金巨手托橋。第二樣就係想體驗坐筲箕船。想知我可唔可以順利集齊2項活動，就記得睇埋落去啦。仲有，而家睇緊影片嘅你，記得高抬貴手訂閱埋我哋頻道啊！當日我哋坐下晝2點20分嘅航班，由香港直飛峴港，只係需要1個半鐘嘅機程。喺飛機上面食少少嘢，眨下眼就落機啦。入境手續比我想象中快，排隊只係5分鐘嘅時間，關員仲要完全冇睇過張簽證就可以順利入到境。不過導遊話張簽證要好好保留住，直至到今個旅程完結離境越南為止。由於越南係比香港慢1個鐘，落咗機拎埋行李都只係當地時間4點幾，所以我哋仲有充裕嘅時間行1個行程先至去食晚飯啦。我哋坐咗大概20分鐘嘅車程就到達山茶半島啦。呢個景點又名馬騮山，喺越戰期間曾經係美軍嘅雷達站。山茶半島係越南峴港市最具代表性嘅生態同埋心靈旅遊景點之一，面積大概有60平方公里，擁有多個著名景點，好似而家畫面見到嘅靈應寺、千年古榕樹、棋盤頂，同埋多個原始沙灘。而呢度保留住80%嘅土地面積係原始森林，棲息住包含瀕危靈長類動物在內嘅數百種動植物，係越南極具重要性嘅自然保護區。不過時間所限，我哋跟團就只可以參觀到靈應寺，但係呢度亦都擁有越南最高嘅觀音像。呢一尊67米高嘅白玉觀音像坐落喺直徑35米嘅蓮花台上面，觀音像面向大海，左手托住淨瓶，右手結手印。越南人相信佢能夠保佑出海嘅漁民平安，同埋保護峴港免受颱風侵襲。佛像樓高17層，每一層會供奉21尊唔同形態嘅佛像，不過就唔對外開放。而由於佛像嘅內部係中空設計，所以背部會有排窗用嚟通風。除咗影觀音像，呢個俯瞰美溪沙灘海岸線嘅靚景都一定唔可以錯過啊！喺山茶半島，我哋逗留咗大概1個鐘頭，就要坐20分鐘嘅車程去食晚飯啦。嚟到越南嘅第一餐，我哋食 DIY 粵式料理，但係唔係每一道餸都需要自己 DIY， 當中只有2道餸係需要自己動手，不過都係好簡單，就好似店員示範咁樣。一款係拆走香茅上面嘅肉，再用米紙包住嚟食，而另一款就係夾2塊米粉上面鋪肉同埋菜，整餐飯就中規中矩啦。食飽飯坐咗大概20分鐘嘅車程就返到嚟我哋連續住4晚嘅酒店，事不宜遲，即時開箱酒店房啦。一打開房門就見到朱大人最中意嘅木地板，有一部裝嵌咗喺牆上面嘅電視機，最埋邊嘅牆身有塊長鏡，仲有一張書台，書台上面有2個插蘇位，另外仲有抽紙。書台嘅正後方會有個茶几同埋1張凳，旁邊就係2張單人床。房間嘅冷氣開關掣就設置喺近窗嘅床頭位置，而兩邊床嘅床頭位置都有設置到插蘇位，方便插電。望返出去門口位置，設置咗一個行李櫃，櫃嘅下方就放置咗循環再用嘅拖鞋。迷你雪櫃就放置喺行李櫃嘅旁邊，雪櫃內嘅飲品係需要付費。雪櫃嘅上面就放置咗水煲、2支免費水、茶包、咖啡同埋水杯等等。至於拉開中間嘅櫃桶，就會有付費嘅杯麵同埋薯片。而最近門口嘅櫃就放置咗夾萬，同埋係掛衣服嘅位置。至於掛衫嘅對面牆身就鑲咗一塊全身鏡，方便每日可以照下鏡先出門口。而鏡嘅旁邊就係廁所位置啦。推開門就會即時見到淋浴間，仲有坐廁，
而淋浴嘅位置已經放置咗洗髮水、護髮素同埋沐浴露，就算唔記得帶都唔使擔心。而風筒就掛咗喺星盤旁邊嘅牆身，至於下面嘅盒，入面就放咗牙膏、牙刷同埋個人護理用品。房間嘅景觀係側邊望到海，但係就正對住旺區嘅馬路，啲車唔知點解成日響安，所以好嘈。喺呢度補翻個日頭景俾大家望下啦。今集就暫告一段落，下集見。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拜拜。